今個禮拜嘅宇宙直頭充滿戲劇性啊！如果你3月頭抬頭望下個天，可能已經好彩咁見證咗2026年第一場超壯觀嘅血月。不過地球另一邊嘅發射場氣氛亦都好緊張。今個禮拜有幾單重磅猛料啊！首先萬眾矚目嘅 NASA 阿提米斯2號載人繞月任務啱啱喺甘迺迪太空中心進行燃料測試嗰陣遇到阻滯，官方宣布要重新評估發射塔嘅配置同埋任務架構。究竟人類重返月球嘅大計會唔會受到拖延呢？另一邊廂，亞洲嘅商業航天發展亦都一波三折。日本商業航天公司 Space One 嘅 Kairos 3號小型火箭原定喺今個禮拜發射，點知因為安全系統被觸發，升空前夕緊急叫停啊，連續第3次延期發射。與此同時 ，SpaceX 依然冇停過佢嘅腳步，繼續喺東西兩岸瘋狂發射 Starlink， 刷新回收紀錄。今集資訊量係極大，我哋即刻為大家逐一拆解今個禮拜嘅太空局勢。好啦，入正題，首先同大家跟進下萬眾期待嘅重頭戲 NASA 嘅阿提米斯2號載人繞月任務。自從阿波羅計劃之後，其實人類已經有超過半個世紀未試過飛翻去月球附近啦。原本全球嘅太空迷都超級期待呢一個歷史性嘅載人飛行，但係重返月球呢條路真係一波三折。今個禮拜甘迺迪太空中心嗰邊傳出咗令人擔憂嘅消息，喺針對巨型 SLS 火箭發射塔同埋地勤設備進行燃料系統測試嘅時候，出現咗啲技術性嘅阻礙。 NASA 官方隨即宣布，為咗確保4位太空人嘅絕對安全，佢哋一定要暫停部分嘅進度，重新評估成個發射架構同埋燃料嘅輸送系統。載人任務安全永遠排第一，不過外界已經開始瘋狂猜測，今次嘅重新評估會唔會令到原本已經一改再改嘅發射時間表再次面臨大幅延期呢？ NASA 傳統嘅慢工出細貨模式喺面對各種突發嘅技術難題時候，似乎顯得有啲吃力啦。不過正當太空大佬 NASA 仲喺度小心翼翼摸石過河嘅時候，另一邊廂商業巨頭 SpaceX 就繼續上演佢哋嘅發射 party。今個禮拜 SpaceX 依然零理會地球嘅引力，又成功將新一批嘅 Starlink 送上軌道。如果你有留意開太空新聞，就會發現而家 SpaceX 射火箭密過大家搭巴士啊！佢哋嘅獵鷹9號火箭發射同埋回收技術已經去到出神入化嘅境界。睇住支火箭由太空準確無誤咁樣降落翻去海上無人船度，大家可能已經覺得係家常便飯，但係背後所代表嘅低成本同埋高效率，正正就去顛覆緊成個航天產業嘅規矩。一邊係代表住國家力量穩陣為先嘅 NASA， 另一邊係不斷試錯追求極致效率嘅商業狂人 SpaceX。你哋又覺得喺未來嘅太空競賽入邊，邊一種模式會更佔優勢呢？講完美國太空雙雄嘅大鬥法，我哋將視線轉翻嚟亞洲。頭先開場嘅時候都有提過，日本商業航天公司 Space One 嘅 Kairos 小型火箭，今個禮拜本來準備發射，但係喺最後關頭因為觸發咗自動安全系統緊急叫停。雖然已經連續3次延期發射，聽到好似有啲灰，但係其實大家要明白，航天工程從來都係急唔嚟。與其勉強升空導致前功盡廢，不如穩打穩紮。而且日本喺固體火箭技術方面一直有佢哋嘅堅持，我哋就拭目以待，希望佢哋可以排查所有技術問題，下一次可以順利升空啦。好啦，今集文化圍爐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如果中意呢條片，覺得有用嘅話，記得撳個大大嘅 like，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啊，打開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每個禮拜最新嘅影片噶啦。我哋下集文化圍爐再見啦，拜拜。喺我仲剪緊呢條片嘅時候，收到風 Kairos 火箭已經發射失敗，收隊。